我就来讲冠心病要安怎来预防。好。阿伯，平常时啊，你拢食外口，还是家己煮？拢随便买啦，太太早就转去啊。无人款互你食，较辛苦啦吼。要变的拢买啥？阮隔壁迄搭吼，控肉饭啦，卤肉饭啦。安那饭肉无菜哦？有啦，迄搭炒的青菜吼，有够香，佫有够好食。甲有甲注意讲，迄是毋是用猪油炒的？炒菜吼，就爱用猪油落去炒，毋才会香啊。对啦，猪油较香啊。古早时代，阿嬷拢嘛用猪油搅饭，香佮好食。毋过咱嘛爱注意哦。阿伯，你敢捌看过讲，迄猪油放伫冰箱会安怎？就一碗煎蛋吼，白白安尼啊。对啦，伊会煎蛋，所以咱若食伤济猪油啊、控肉、卤肉，这猪油伫咱的血管若煎蛋，血管就塌掉的啊。哇，塌掉的就足食力啦。对啦，所以讲吼，咱青菜嘛爱食。安怎讲呢？阿伯，你看这青菜有真侪纤维，会当吸收咱食入去的油脂。大便的时阵，伊会当做伙排泄出去，血管就袂太遐侪油。意思讲爱食青菜啊，猪肉爱较强水咧吼。对，青菜爱食，肥肉爱减。阿伯，你平常时啊，敢有咧做啥物运动？无啦，拢嘛骨伫厝咧。阿伯，你看起来就是大头家的面相，大头家哪无咧出来行踏？骹路无好，是要安怎行踏啊？骹路无好哦，是安那无好啊？着医生吼讲这骹头有退化，真正无法度，着爱开刀啊。阿伯，你甲想看卖啊吼？你感觉讲一台车来讲，是头前的引擎较重要，还是下骹的轮较重要？当然嘛是引擎较重要啊。对啊，咱人的心脏就亲像车头前的引擎，骹头有就亲像下骹的轮轮若歹去，倒起来换就好啊。若引擎歹去咧，代志就大条啊呢，毋就过来换一粒新的啦。心脏若要换一粒新的，敢有遐尼简单呢？所以吼，骹头有爱顾，心脏更加爱顾。要安怎顾咧？骹路若无好，咱会当小可行踏就好。若有咧震动，血液就有咧循环，咱心脏就较勇，骨头嘛袂去互委屈。骨头要安怎顾啊？加啉一寡牛奶吼，补充钙质，晒日头吸收钙质。所以讲呢，总共一句话，就是讲猪肉爱减，青菜爱食，菜市啊爱行，牛奶爱啉，日头爱晒。你讲的讲猪肉爱减啦，青菜爱食，菜市啊爱行，牛奶爱啉。日头就爱晒哦，吼。对啦，阿伯你有够敖。无影啦。我讲的，你拢有记条条。